同一日有兩個記招，一個咧就猛咁講多謝，一個就猛咁 say sorry。一個咧就請記者食湯圓啊，一個咧就請記者食白果，一個咧因為俾人話洩漏國家機密拉咗去坐監，一個咧就俾人洩漏咗啲機密就拉咗好多其他人去坐監啊，一個咧就話無限期要收山，一個咧就話放虎歸山繼續工作啊，一個咧就因為太愛國就害到自己。一個咧，因為愛太多嘅人而害咗自己，仲害埋其他人啊！呢啲係咪真係愛你變成害咗你咧？係嘛，周老闆，呢個 IQ 估唔估到邊兩個記招啊？呢個 IQ 題好難諗啊，可唔可以降低下門檻啊？周老闆唔可以降低門檻噶嘛，咪人哋話就晒你啊，削足識你咩吓？嗱，我哋就唔可以出爾反爾，費事俾人話，哇，搵個處長都搵唔到啊！呢啲唔係出爾反爾，請唔到人有乜辦法啊？唔好話降低門檻啊，成間廠啊搬咗北上去就啲工人都係咁啊！你呢份工啊，唔係請處長噃，你係請站長㗎咋，暫時睇2個站㗎咋，之後你就飛咗人噶啦，所以請我18樓周老闆就啱啦。我冇大學學位，但係喺廣播道上面咧有30幾年茶餐廳嘅經驗，哈哈哈。最啱咧，我就嚟退休啦！哇，如果俾我撈翻2年呢，就真係加山法啦！林老闆，周老闆就話退休啫，呢個 Edison 後生搖搖又話無限期退休啊吓？佢唔係退休，佢話係退出 HK 娛樂圈啫，咁啊可以繼續喺北京娛樂圈啊、LA 娛樂圈發展，咁啊大家都可以繼續睇到佢嘅電影噶，呢啲叫出口轉內銷。啊，細路仔，大家俾個機會噶啦啊！難得佢少少年紀話專注做多啲善事，咦，有啲似阿標基，真係要介紹俾佢哋兩個認識，佢兩個應該好夾啊！一個因為電腦而有咗自己事業，一個因為電腦就冇咗自己嘅事業啊！喂，阿四豪，我哋而家